奪星島第23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決賽嘅冠軍同埋最佳辯論員啦！怪之得佢每一個方面都爆晒啦，可以稱上為一個全能嘅辯員啦！而最後就係我哋協恩中文辯論隊前隊員梁麗國師姐啦。佢曾經奪得全校中文比賽嘅冠軍，仲多次喺基本法會奪得最佳辯論員添。你知唔知啊？佢經驗同埋花式力都係無懈可擊㗎。哇！平時師姐教練教你打辯論寫稿就見得多啦，不過我相信佢哋今次親自來場打比賽，就幾多個心都未必見得過咯。冇錯啊！呢4位師姐各自各有唔同嘅特色，經驗豐富，而且每個都有自己唔同嘅必殺技，大家千祈唔好眨眼啦，睇佢哋收拾學多啲辯論嘅風格同埋技巧啊！不如就等我哋而家介紹一下師姐教練嘅對手小隊先啦，佢哋嘅陣容一啲都唔輸蝕㗎喎，我哋睇下有邊幾位隊員入賽先啦。首先就係開面嘅韓雅瑩同學。睇佢嘅溫文爾雅、斯斯文文咁，絕對係一個大方得體嘅開面。大家唔好睇佢中一咋，但佢隊入面嘅訓練已經有好出色嘅表現，實力不容忽視。冇錯，而一副嘅係陳曉彤同學，佢係第1、2屆嘅聯小辯員，亦都係今屆普通話辯論隊嘅隊長。佢代表協恩入3屆奪得基本法當面睇全港中學生辯論賽普通話組嘅冠軍，而喺啱啱嘅12月，佢代表香港去馬來西亞出戰國際華語辯論比賽。嗱，大家唔好睇到佢笑得咁甜啊，其實佢攻擊力非常之強㗎，外號係咩啊？機關槍啊！哇！接下嚟咧就係字字珠璣嘅二副黃輝瑩同學啦。佢中意嘅時候已經代表協恩普通話辯論隊出戰基本法杯，而且仲攞埋冠軍添啊！今年佢再接再厲，喺全港第9屆校際即席演講比賽普通話隊入面攞埋總冠軍，前途無可限量啊！冇錯，而最後嘅係見面黃婉婷同學。都係今屆中文辯論隊嘅隊長，佢喺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都獲得最佳辯論員嘅殊榮，而且奪得上屆扶輪房屋杯嘅冠軍，仲要勇奪埋最佳辯論員添。嗱，講個秘密俾大家知啊，佢一直都係打開副辯個位嘅喎。今次唔知是打見面會唔會有新火花呢？哇！咁大家就真係要拭目以待。4位經驗老道嘅教練，再加埋4位後起之秀嘅隊員，今日呢場示範賽一定非常之精彩啊！咁就事不宜遲，我哋將時間交俾評議會嘅主席啦。歡迎大家嚟臨協恩中學舉辦第7屆聯校小學辯論挑戰賽表演賽。今日對賽雙方將會就農曆新年真無聊進行辯論。喺比賽開始之前，等我先簡單介紹今日比賽嘅規則。今日比賽共有2部分，第一部分係台上發言，比賽會以3、2.5、2.53進行，先由正方主辯發言，然後由反方主辯發言，如此類推。發言時間開始前，計時員會鳴鐘1次；發言時間終止前30秒會鳴鐘1次。以作提示，發言時間終結時，計時員會鳴鐘2次。屆時，辯論員有15秒嘅緩衝時間，緩衝時間過後，計時員會鳴鐘3次。辯論員亦會被扣分，過時每5秒扣除5分，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第2部分則為自由辯論，每方各有2分鐘嘅時間，以梅花間竹嘅方式自由發言。請問雙方對賽制有冇任何問題？如果冇嘅話，比賽正式開始。現在有請正方主辯發言。
而我方就基於以下3點支持今日嘅辯題。第一，新年習俗過晒時，拜年家調換咗啲。喺本質上而言咧，農曆新年係有好多有傳統、有意義嘅習俗嘅。不過隨住時日到過，其實好多傳統嘅習俗都已經要淘汰啦。新年咁長時間，除咗拜年之外，大家仲有啲乜嘢做啊？咪依然係拜年。其他節日就唔同啦，睇下中秋節咁啦，我哋可以同屋企人去賞下月啦，食下月餅啦，玩下燈籠，又或者猜下燈謎咁。至於聖誕節咧，除咗去報佳音，又或者係睇燈飾之外咧，我哋仲可以開聖誕派對，交換聖誕禮物，甚至食聖誕大餐添啊！相對之下，新年真係信息又沉悶。第二，商鋪休市賀新春，行街買嘢唔輕鬆。拜完年諗住
俾3秒大家諗清楚，新年對於你嚟講，你最期待啲咩咧？擇年日嗱，我唔知你另外嗰兩樣係咩，但我相信你一定會期待2個字利是咯。嗱，細細個嘅時候咧，我最期待新年收到咁多利是，點解？因為我用1個禮拜先得7蚊買到3粒啫喱。係，但係新年好奇怪喎，全年日新最高嘅日子啊！我坐咗喺間親戚嘅屋企3個鐘4個鐘，我竟然已經收到1000蚊，買到幾多粒啫喱，幾多本書咧？主席，評判最後大家好。嗱，雙方咧對於無聊嘅定義咧都冇咩大分歧㗎，都覺得悶就會無聊㗎啦。只不過有同學加多一樣嘢，佢話有冇意義咧？如果有意義都唔係無聊啊。嗱，其實在座各位，我咧當年咧媽咪都同我講話，新年利是錢咁多，你管理唔到㗎啦，你俾我幫你儲18歲俾翻你啦。今年我18歲啦，我攞完成人身份證之後，我同媽咪講，利是錢咧，入咗教育基金啦，多謝媽咪多年嚟嘅栽培。嗱，在座各位，教育意義我都覺得教育基金我都覺得好有意義嘅，但係如果我問你哋咧，你哋嘅利是錢原來俾人哋已經攞咗去父母對你栽培對你嘅投資攞唔翻嘅時候，你會唔會有點嘅失望？覺得多年嚟嘅咁多嘅期盼一次過化為空有咧？嗱，呢一個就正正係指出有冇意義同無聊之間其實根本冇直接嘅關係啊！更何況我哋睇下悶啦，新年生活有幾新咧？嗱，諗下啦，今年你哋有冇媽咪咧？有冇帶你去呢一個嘅時代嗰場倒數新年啦？農曆新年喎，年30晚1987唔會㗎嘛，因為2012年31號嘅12月31號，其實你已經倒數過啦。好啦，倒數唔到，好，新年目標你哋有冇寫咧？咪住，12月31號又好似寫過咯喎，咁農曆新年仲剩翻啲乜嘢咧？我知食瓜子咯，平時又買唔買到？好似都買到喎。寫揮春咯，呢一個就可以練習下嘅。我知蘿蔔糕啊好味，今朝飲茶又好似有得點喎。咁在座各位，既然咁多樣嘢都已經可以平時做，甚至已經喺新年做過嘅時候，我哋仲剩翻啲乜嘢新意咧？新年冇新意，係咪無聊咧？多謝各位。依然會有講有笑，我可以去佢屋企拜年啦，我可以同佢一齊拖年飯。
會有問你幾時會派利是啊？去到30幾歲嘅時候咧，人哋走嚟問你攞利是。喺呢咁樣嘅時候，你過咁多嘅新年，到底做係咪真係咁有意思咧？多謝各位。比賽結束，請台上面員到台下就座，而家將時間交給司儀。我咧就冇佢哋唔識搞氣氛嘅嚇，咁就頭先個比賽咧，大家都睇到好精彩啊！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諗希望小學生咧喺即係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最希望佢哋能夠做到嘅一樣嘢咯，就唔係可能要即係你揾資料當然需要啦，我明白你準備啊寫稿都係要需要啦。咁但係咧，我諗聯小其中一個好重要目的咧，就係希望即係同學仔喺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揾到一啲快樂啊，揾到除咗學到嘢之後，自己都開心啊。咁其實咧，佢哋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嘅，我覺得。即係當中當然有一啲係要進步嘅地方啦，但係咧其實亦都教咗俾大家好多技能。咁大家玩辯論比賽，我想問下有幾多人知道咧辯論兩個字係點解嘅？知道啊，可以舉手。老師有冇教過啊？應該可能冇啦。有冇諗過咧？辯論係點解咧？其實如果你從兩個字嚟睇咧，辯論其實好重要就係第一個辯字就係解辯駁啦，論咧就係解你嘅論述啦。其實亦都正咧代表咗正方同埋反方好重要嘅責任啦。正方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就係你要證立呢條辯題，即係你個論證啦。而你個反方咧就係最主要就係反駁對方。咁從呢兩方面嚟睇咧，其實如果你要喺論述，即係你要喺證立嗰條辯題，你要講農曆新年真係好無聊呢一方面要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你嘅開辯咧就會好緊要啦。開辯嘅其中一個責任咧，就係要將你嗰個嘅論點要鋪排得好清楚啦，話俾評判聽點解你覺得今日農曆新年真係好無聊咁樣啦。其實正方嘅開辯咧都講得好好嘅，俾咗3個嘅原因。佢話啲習俗咧就過時㗎啦，拜年咧其實可能大家都唔知個意義係咩啊，可能中秋上月做得好啲啊，聖誕就得報佳音啊，係燈飾啊咁樣啦。咁而第二就係啲商鋪咧就可能會休市啊，冇得行街啦。第三就係睇你再做啲賀歲片啦咁樣。咁當正方講完嘅時候咧，反方嘅開辯就當然你要出嚟反駁佢啦。咁你反駁嘅時候咧，好多時可能老師會教你咧寫另一啲稿嘅，寫另咗你要反對呢條辯題嘅稿。譬如今日反方開辯都係㗎，佢話其實可以有好多節目啊，新年嘅鋪頭依然會開啊咁樣。但係咧，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學識一個小技巧，就係有時你會估得中對方講啲乜嘢嘅。譬如今日反方佢話新年嘅鋪頭會照開咁樣嘅，咁啊正其實同正方所講新年鋪頭唔開呢一個論點係相呼應㗎嘛。喺呢個時候咧，你就要識得有個小技巧啦，就係去重複翻對方嘅論點，就話其實咧方堂今日都講過，就話新年嘅鋪頭唔開，但係跟住先去翻自己份稿㗎。其實咧今日新年鋪頭咧都開㗎，譬如啲咩KFC 啊，咩大眾書局啊，又或者係惠康超級市場啊，入邊買下金沙朱古力，買下糖糖，翻屋企撞下玩下呢啲咧，都係即係可以做得到嘅。你應該要即係 call 翻引用翻對方講嘅嘢咧，咁樣先至俾評判覺得你係做緊一個反駁咯，而唔係好似讀翻自己份稿咁樣啦。而另外咧，其實今日雙方咧有一個地方咧做得好好嘅，就係佢哋用咗好多生活化嘅例子，譬如咧鬥利是咁樣啦。我哋平時可能會話係今年鬥咗幾多錢利是啊，可能求佢喎，今年鬥咗3000蚊利是啦咁樣。其實你可能喺心目中咧3000蚊即係幾多啊？講乜概念嘅喎？可能錢你會有啲啦。假如我今日同你講話起一層樓咁樣啦，而起一層樓咧就係要用我作下用50億嘅咁樣。咁其實咧你係冇乜概念嘅對於50億。而今日咧雙方嘅辯論就好好啦，用咗啲例子咧，譬如佢話我今日咧如果鬥咗我唔記得幾多錢啦，佢哋話鬥咗某一個數目，然後就可以買到幾多啫喱糖啦，或者買到幾多本書啦，咁樣咧評判就會好清楚知道你嗰啲錢嘅數目有幾多。即係大家去面對一啲數字嘅時候咧，唔好淨係喺網上面就揾咗啲數字落嚟啦，跟住就照讀俾評判聽啦，而係好似可以學下啲姐姐咁樣啦，就係將嗰啲數字咧化做為一啲生活例子咁樣嘅。咁另外咧就喺自由辯論嘅時候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自由辯論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要有
有禮貌啦。咁我覺得雙方其實今日都做得好嘅，就唔好大家喺度嗌交，你講一句佢講一句，大家都講到好興起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嗌交啦。咁就大家千祈唔好嗌交之餘咧，仲要學識咧去做一啲圈套俾對方。今日正方其實做得好好嘅，喺第一下其實就有3次啦，就話你今年有冇高度啊？你今年有冇高度啊？咁你今年有冇高度啫？咁樣。咁我喺台下聽嘅時候都覺得，咦你問完未啊？有3次。咁我覺得當時咧都諗唔到，原來係一個圈套嚟嘅喎。咁樣其實就正咧令到反方咧中咗佢嘅圈套就係，哇！你都覺得我同你講3次嘅，你會覺得好無聊啦，咪好似新年咁咯，不斷同你講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咁呢度會覺得即係都好無聊咁樣，就正係正方想達到目標啦。當你去諗你嘅自由辯論，又或者去諗你嘅主持嘅時候，記得諗下對方嘅回應係點樣咯，咁你先至會做得好啦。咁就仲有一個小技巧咧，可以大家諗一諗嘅，即係學下嘅。今日反方咧喺去到後面，即係去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咧，終於識得問正方一條問題嘅。正方今日咧就不斷話農曆新年咧真係好無聊嘅，好無聊嘅，真係好無聊咁樣，就不斷去希望整立呢條辯題啦。但係其實咧，正方係冇講過佢心目中覺得點樣先至無聊。其實喺正方心目中咧，不論係農曆新年啦、情人節啦、聖誕節啦，又或者係其他節日咧，佢哋都會覺得好無聊嘅。你舉任何例子問佢，我今日玩呢樣無唔無聊啊？玩糖果撞撞無唔無聊啊？玩 Temple Run 無唔無聊啊？又或者我今日睇電競比賽無唔無聊？佢全部都會答你無聊。其實咧，反方可以早啲問正方就係，咁有方同學，你覺得點樣先唔無聊啊？情形就好似，如果你對住一個好麻煩嘅人，佢點都唔聽你講，你都會問佢一句，咦，咁你想點啊？究竟咁樣？咁當然你喺台上面就唔會問佢，正方同學，咁你究竟想點啊？咁樣，咁你就會好冇禮貌啦，係咪？你就要用一個有禮貌嘅方法去問佢就係，咦，有方同學，咁你覺得點樣先唔無聊啊？咁樣，咁當咁樣嘅時候咧，正方就可能比較難回答你啦，就顯得佢哋咧將自己個立場咧就去得太極端，咁亦都可能會俾人扣分啦。咁就最後咧，就大家亦都要留意喺辯論嘅時候嗰個嘅速度啦、流暢性啦，呢啲都係好重要。我相信學校嘅老師咧，呢啲一定會教得到你㗎啦。咁就今日大家都欣賞咗一個好精彩嘅比賽啦，亦都好多謝咧校方咧請我哋做評判啦。咁就希望今年嘅聯小咧能夠繼續咧做得非常之